长期进行基层耕耘，组织社会力。然后简单讲，我赞成方志恒的那个立场，我赞成，就是香港人没有自己的 state， 所以必须用社会包围政权。第三个，要持续论述上的深化跟扩大。香港的不管是民主自觉或者本土运动，需要对政治路线有更深的思考，需要有本土文化的论述，需要有国际法的论述，需要经济论述，准备下一个阶段的动员。第四个是要持续连接台湾跟国际民主力量。简单讲，香港问题必须持续国际化，香港问题一定要国际化。然后这里面除了台湾、除了海外这些不同的国家以外 ，Hong Kong Diaspora 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。那美国的 Asian Studies 里面，现在孔浩峰他们正在成立香港研究小组，像这一类都是一些值得努力的。Hong Kong Diaspora 最后是谨慎面对中国，等待变局，还是应该从香港主体角度，我是建议从香港主体角度关怀中国公民社会。虽然我们现在无法期待太多，我最后讲一句做结束。我们已经醒过来了，所以你不可能要我继续沉睡。我们已经站起来了，所以你不可能要我跪下来。We cannot go on. We will go on. Thank you very much.